三旁那个红星市场，现在讲起来标标准准一家茶楼市场。下头东水里向是老虎洲，老虎洲后头是龙康街，西面摆几张台子们泡泡清茶，当中一张绿机上去就是一副市场，100来个平方，市场是不大，台还是要得一多多。台个边浪向一间房间门，靠着个平方，就是14岁上婚嫁的。下半日1点钟左右开始，头档是大戏嘛，二档是小戏。从2点钟左右啊，听见严肃声响，有2个老耳朵就听得出是小戏，而且是单档。啥人呢？不是别人，最头无路的李凤春。凤春虽然嗓子不过去亮，但是精神还是比较好。还是凤春为精神了，说不得个错，是鸦片的作用。因为里边啥人在清爽，假使此地三旁里个口碑再不好，可是下趟再要进上海，不晓得是后年后远。所以此番的三旁里可以说是李凤春的救命稻草。刚3点嘛，天亮在，小家你房门里不肯开。在那个辰光，市场门口路过一辆三轮车，车子浪向坐下一位年轻的姑娘，马上去不过23出头点。身浪向着一件大红颜色的真丝旗袍，脚浪向长筒丝袜，一双半高跟的白皮裳。新烫的头发有点旧，戴着一副时尚的太阳眼镜，手腕浪向方块金边，还拎着一只白颜色的3切的皮包。接上车子路过市场口门口门，各位三脚突然快将车子停。上机门，市场门口一块书包写印子里，接上里环口是口，还在为这只子谜头。那么你是啥人呢？不是别人，围落里的张莹莹。那么你哪一高的都给他奴是三毛里来呢？说实里是5有堂口人，堂口的清酒在上海来买没事，你家婆清酒吃洋餐嘛，所以地位自家带给他的来口里多。接上路过市场门口，看见书包浪向笑，李凤春台唱三响。哎呀，李凤春。他是长春市场做卫士的李凤春，还是同名同姓，假使同一个人们，哪会从搿种一缕细密啥子一下子跌到搿种楼市的小市场来呢？因为他凤春预购一头交往，想还是上去看看吧，所以扶他车的从市场附近上来，在上头一看没，市场并不大，但是听他的回复说。说是莹莹是个种不欢喜张扬女性，所以睡了这一包上灯浪向身体说定。后旁2个老听靠得过到在，因为该只市场里向一般平常了，500个种年轻漂亮姑娘来听戏，所以不有事体嘛，大家回过头来，在辣顶那里看着呀。说是莹莹功夫来许多，在台浪向一看嘛，哎呀，果然是自家认得，并且十分敬重的各位李凤春啊！像你哪会得了此地说是个家，但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。台浪向的凤春的也看见着，看见呢莹莹三家进来，所以再有个10几分钟啊，由于分心嘛，10分适合，等到一落位，已经打过来。莹三家，你哪会得来了？李先生，侬好。让我去换件衣裳来，稍微等。好了，请便。已经到房间里向，我上山下下来，我只有他最少的中式多山，外头是姜黄色的羊毛毛夹么，下头米色的范例顶裤子。房间里向简简单单收租一下，打出来。严小姐，先生，你看市场里向你都马上就要搞卫生纸，麻烦呢到我房间里向来坐脱一些吧。好了，请坐。坐定，太阳眼睛台浪向一放。李凤春已经被碧龙春跑过来，来，请用茶。小姐，严小姐，你哪会得到该只屋里来的？
像我一门来个呀，你哪会得到该只锅里向来个呢？李先生，我请求到上海来买眼物事，住了4排楼，我来看伊拉个。车子路过市场门口，看见牌子上写个侬的名字，我就会同名同姓，所以上来看看，想不到真的是侬呐！哎呀，我就为市场这一沧州搭至东方，想不到搿种介偏僻的地方也有得市场呢。李先生，我不是搿意思，我意思是市场勿大，人倒是老多个。搿种语动里人家个三家难听，这些的沧州搭东方，搿种小市场里得想不晓得个。你搿个闲话，倒是为了恭维我呢，还是让批评我？是不是个冯春？一个自尊心还是蛮强，连不愿意承认自家在浪走下坡路，所以没办法回答嘛，只能够哼哼哈哈。是是，不晓得辰光短暂，啥个辰光嘛，鸦片的年头来着，还有那样啊！搿个头名个花先生，我讲太早居然讲一个理一个人。冯春晓得难过，要想病，哎呀，看来有点病不过。对不起，我吃了药。请便。药进过来，抽屉拉开来，从里向拿出来一个锡纸包，打开锡纸包嘛，从里向拿出来一粒物事，咁么也是药物是个，但是另外还有个名字叫烟帕。李凤春的动作快得热昏，所有的动作侪辣台底下完成，再加上边线发着讲，呀，往正纸包里向一倒，开始一个动作蛮快，为何人人三家分口见开？搿么人人也用得上口呢？根本用不上口，搿种动作见得多了。啥么子啊？原来你冯春是个烂枪啊！哎呀，搿么苍井市场我哪会分口出来呢？像搿种朋友我还见个。有一刹那的辰光，人人真想追，但是再想慢慢讲，看你搿种样子，还在为妹破难为情，那么看得出吃子不常有了。哎呀，这年这样下去是，非是人民人家，哪个人啊忘记脱走啊？李先生，辰光过得真快，阿拉好像半年都没看到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侬比老早瘦脱交关。侬身体好吧？还可以。日夜做几副场子啊？啊，一副是的。葛么地台还唱伐？不唱。哎呀，李先生，侬日夜做一副场子，葛么侬开销够伐？搿个闲话叫我哪回答法子呢？还好，还可以。李先生，我看侬好像有眼心事，假使侬当我莹莹是真心朋友，侬讲拨我听听好伐？冯春周年的我还有啥个心事？我勿要讲我现在再大的心事，就是吃鸦片500铜钿，搿个哪好讲？我没心事。李先生，恕我直言，刚刚看侬好像精神勿大好，欢喜一只连一只，但是吃了烟泡就好了。不里看出来，这冯春要想辣，搿张锡纸为了侬手里了。哎呀，那么我三姑娘做石骨头，不被人家当场捉了子。冯春是尴尬，这面孔涨得羞羞红。李先生，侬还能告诉我，侬哪能会吃上鸦片的呢？李凤春做女的，搿个喊我哪讲法？搿种人的事体讲出来，计划太大，而且晓得那英英小姐对我印象蛮好，讲出来之后，恐怕你还要看我不起。但是不讲嘛，作为朋友里现在门的那不讲，想生不大礼嘛。相知再三，凤春做女的还是讲吧。是搿样的。辣辣今年端午节个辰光，我辣辣娱乐场演出，飞得上台之前，我个胃啊，突然之间也是个痛，也是个胀。那么听里读说，吃一口鸦片了，就会得不痛。那么我也分多想，为此能够适好个为师，我就吃着。不晓得一吃过后呀，
果然非但胃不痛，我讲精神还蛮好。搿日子搭个位师是打不错，听讲个口碑还是非常的好。我对至于娱乐上的老板里不知啥道理，拨我一得神劝，说日子过去还是不要紧的。那么我晓得也晓得，搿个物事不好办的。但是一回事下来啊，的确我担当，人是蛮吃力，所以我有这一趟，是有第二趟，留下来每日天下台，不晓得啥个道理。万一搭搿种然后去一趟。李先生，侬晓得我隐隐憎恨的是啥物事？我憎恨的是鸦片。啊？你再恨鸦片，搿么你还吃过鸦片？我顶顶恨的物事，我哪能会吃伊呢？李先生，讲只故事拨侬听听。虽然会分听你讲，但是逢春猜得上，无非是为着劝我非要吃鸦片，所以立马就听听吧。啊，我听好了哩。苏州堂口有位南货店，店里有个张王先生，人卖相好，人也聪明，屋里还有个又漂亮又贤惠的妻子，搭子一个囡恩。可以讲镇浪向所有的人侪爱热搿家人家，但是不晓得哪会个，搿个张王先生得罪个语气无力的毛病，郎中看特子结结怪怪，侪讲不出啥名堂。后来有人劝离，说你去吃鸦片试试看吧。啥人晓得搿个一吃，吃光子一家人家，气先是手头越来越紧，后来是歌喉越来越哑，因为屋里向个债欠得越来越多。南货店老板也就没办法，只能回店里生气。随了搿种情况下头，李个高三为辈子里搭高多手去告伊，随是俺告吃，反反复复，一家人家除出是一幢房子，就一无所有。后来有一对夫妻拆相骂，或许是闲话怂子点，李个高三实在受不了，一根绳子上点死着。后来房子上没着，再昨日死了个囡恩，一个13不带个小姑娘，100块洋钿，只有100块洋钿，把伊个亲生父亲卖到了上海。后来我晓得，搿张王先生住了胭脂库里，鸦片，迭个就是我晓得的鸦片。冯春一听嘛，完全懂了。搿个故事就是一个亲身经历。卖到上海搿位姑娘，就是你自家。牛神，我想你这样一位知识大的个姑娘，难会得了让围路里，那现在清爽着，你是也很鸦片着。啊，有些这样，你个说话，我懂的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李先生，虽然我当侬是初交，但是侬拨我的印象真的是老深的。侬是个有艺术天才的人，但是李先生，侬不珍惜，侬令人失望啊，李先生。请用我一你不是不归。
可先生已是个病孩子，定于不是可难杀心计，我分与牛与谁来结平恩结？今朝我愿踏出非福话，我看你若是假意知不见狗儿我，把家不能杀手绢李先生，你的先生否已但而今你就坐在这一下间，农门市民们都在为你把水天，你该痛下决心把鸦片搞，为的是爱莫是意，虽然这鸦片毁了你这寒情。你李先生，我搿番说话可能有眼过头，还有眼失礼，但是李先生，搿个真的是我的真心闲话。李凤春听得一句闲话侪明白，俩字不翻译法，这个对越深越大。隐隐晓得，我搿个一番说话，李凤春至少有一半听进去着。那么假使你下定决心也讲伊拍在眼前的才是懂的。像当初辰光我也下决心也讲伊，但是再有分搞脱，懂的是一个因素。假使当初辰光还有人支持你，根本你搿个人讲后出之家破人亡。眼睛们是搿个李凤春，现在真的最活泼了。实在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，虽然俺堕落，也可惜，我应该拉你一把。还有一个隐隐闪掉，想到给他还不如打开水底皮包，拿出来一张现金支票。那么还有几户呢？100万，说实话多啊！现在讲起来嘛，2万块的人民币。那么现在就再也跑用上我搿搭平费，本来是为了娘的三房子贪心无用的，么现在才拿出来919支票袋子浪向一放。李先生，侬一定要痛我决心，一定，我抽空会得来骂侬的。说完，他也眼睛一打，娘里下泪。搿李凤春人来也来不起一个字，万万想不到天下世界竟然有这样一位女子，非亲非旧，非得得来讲这样一番真心的说话，而且还不拿这样多个铜钿，为的啥？因为我李凤春辣你眼睛里向是个人才。今朝凤春夜里向非要想困得上，反反复复的想，隐隐三家为啥对我这样好？晓得也晓得个，好像搿位隐隐三家对自家没有好感。唉，教是教过2周，晓得教伊个味道是不好行的，教还是不教呢？教了还是不教呢？想到天亮，说着教不脱个，非要挖空着，搿铜钿还是还不离吧？
早浪向起来吃茶吃点心，为至下半日食水么，胭脂库里向还是要去一趟。10点半把转来么，现在盖了床浪向闭笼子眼睛，稍微想想，等些下半日也是个事。正那个辰光，房门被一个人轻轻地推开，门口里还有一位姑娘。你这个打扮比张莹莹朴素得多了，身浪向应戴时令布的旗袍，脚浪向斗筒丝袜，一双黑皮裳，是个动画团。一望之间嘛，一个女学生。那么你是啥人呢？不讲嘛，大家还猜上在三凤。三凤看冯春，看了床浪向那让闭目养神，轻轻地喊着一声：“冯春。”李洪春眼睛张开来一看嘛，哎呀，小凤啊！看见小凤的心里想，一是开心嘛，一是内疚。我辣浪盖到山房里，你根本不晓得，你哪会得来？说明你辣浪牵记我，才会寻得来。那么内疚点啥呢？唉，自家吃鸦片，努力个私房的也吃脱个子，哪会有内疚？所以床浪向坐起来，面孔浪向有点皲。小凤，冯春，你哪会得来个？我带去了浪寻来，寻不着。哦，问先生，你讲不晓得，我到你回收追去着。原来还是一个听靠干说我是你辣盖搭的山房里，所以我寻得来。为何三人错不得认得个呀？小凤，对不起啊，搿桩对不起事，包括交交关关闲话了海。小凤，你坐呢？哎，坐地没带四面辣浪看，看啥么子啊？看该搭的个宝石。哎呀，破旧不堪。像冯春啊，假使那个鸦片不告诉，那今上就是非想在警察局，你只好等了该种市场里向补补着。冯春，你啊哈，搿桩哈真难回答。哦，小凤，搿只市场得为何了？你父还可以做，不拘实靠。我是问你身体啊哈。搿桩哈更加的难回答。乃小凤对自家的一番情意，冯春哪会不晓得？注意的李凤春啊，李凤春，小凤对那个颗心，可以说一声叫飞天空标。乃假使再不讲鸦片，乃能对得住理？讲还是不讲？我总要把一句闲话不离，而且一句闲话不能够吐出，越快越好。小凤，你为大该得来看我啥体哦？我是水不闻来飞不响。思前相遇太荒诞，我以为长久的口碑如此好，将来要在浦江注定好风光。那吉祥也让春梦水中月，就那雨里面见你风姑娘。小凤啊，我是不该想，报答姐姐杨月恩，不该想到姐夫的坟里去进香，不该想报答你亲亲姐。
人上，小凤啊，我是怀恨交加，梦一醒，说儿是这是娘的口嘴，为的是家上小我要跳出后炕送对起时而心口不也去主张，怕则怕今生对不了这个家。小凤啊，倘若风尘不争气，最终辜负了你好姑娘。小凤啊，你要放下你我心也伤。小凤，你为大家来看我啥体？你下周非来看我才，你还是醉吧？小凤听我的十行一番闲话，一句闲话侪没白，只有眼皮一抽一抽，辣辣过。看见你哭么逢春结个嘴，小凤你非大家你非哭呀？小凤哪非落眼里啊？像逢春啊，我们个心思你不是不晓得，我们个心来在经不你逢春在，你就是讲出十行几句闲话，可想而知你有几何个坏心啊！但是逢春啊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会那个不仅仅是你一个的呀，逢春。我与你逢春，是口瓜儿也酸酸。已经身故去，你家他怎不同渡山？他在
见神一回，再相信的神非叫他同得山。这女的后知乃小不讲阿家家父为死脱个爷娘，当初辰光侪是对我寄予多么大的希望，而现在搿些希望呢？小凤，千句万句，总归是我奉承对你不是。看见了对神丹讲一声对不起嘛，为玉句奉承啊，谁为人在河之中觅芳香，谁为人在死后洞里空盼望。奉承你还记得那时有人拉向你当我搞过啥么事？那段时你才忘记他怎么？奉承啊，那就你才出的一点，你哪可是这样灰心呢？奉承，你莫心灰也坚强。所以张莹莹有一天呀是头铺呀，那么今朝小凤一番闲话啊，就是二铺呀。头铺呀姓刚，二铺呀姓水，正所谓刚水相济。那么李凤春呢，你暗暗间下定这样一个决心，除非哪怕死，我还要割鸦片。谁那个辰光房门口出一个16、17岁的小豆匠，手里向捧着一只新的，开口进门。那个一位也是李凤春，李先生。凤春一看我不认得你，我是个乃是。你先听我，关键我拿搿个物事拨你，想为一张纸头唻。好，已经识得纸条拿过来，打开一口，上头写得蛮简单。李先生，这个是我家乡亲眷送得来的炒米粉，我拿人参粉拌了让里向，肚皮饿的辰光，拿摆点水调来吃，既可以充饥，还可以补身体。李先生，我决心吧，我相信那让不久的将来，沧州市场再能够看到那精彩的表演，祝你成功一个听众的期望。小江，你回出去对我小江多三讲，当我打一句闲话，你说我一定讲。哈个，搿么这位啊？最好等到你为小东家一嘴，那么冯生随侬昨日张姨来看自家的事体，牛牛笨笨讲不了小凤听。小凤听我的搿番闲话嘛，伊一半立马理解。冯春答应伊与狗一道前往，而且因伊欢喜冯春的艺术，今朝路过该搭的上来看看里嘛，情理之中。但是送拨你自家许多铜钿，为菜米粉里拌人参，搿个热心也想上有点过头。
说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体，用不得第三者的呀。想到该搭点么，心里向有点酸溜溜。嘴浪向不讲，但是心里天机问心事，面孔浪向不露声色。凤春啊，三凤，你看听客才是俺关心你，你这个鸦片为啥个吕不讲呢？三凤，你定心，我一定讲。一个礼拜之前，到此地山旁里的李凤春终着衣来洗面，不了鸦片了让折磨。一个礼拜过后，来了让那门里的李凤春叫神清气爽，那么要三次唱上海。平台活字典每天第一点。以前来讲出回事，让人讲方前啊，农历年底的辰光呢，各大医院从码头浪向会得处理，或者是引述了来办的宴请，或者是行业的组合，三档到五档医院同台献艺，搿个是一只回事。后首来呢，就发展的发海与8月到年中，让人节日或者是礼拜日，才会得有回事间。那么还有搿种专门为之马酒啊、庆典啊等等特殊的目的举办的呢，就称为叫特别会事。那么呢，书里向会提到一个接访款，啥接访款呢？搿个是对医院的一种形容。有一种医院呢，连搿种设厂的内容，侪要严格的按照脚本，不肯轻易去改动。那么还不属于临场搿种即兴的发挥，台浪向是方方正正、中规中矩，神采之余有点死板，搿个是一节访款。反过来呢，还有一种医院特别的活络，搿么就叫活款，还称叫活款，是医院设厂的一种风格。那么就像有一种医院聪明间，能根据事情的发展以及是现场观众的反应，即兴发挥，合情合理的放噱头。比方像平话名家金生白，大家侪晓得，李啊称为叫切子，有切子的美誉。那么金先生呢，台上特别的活，同样一段诗，哎哟，李可以说出不同的版本，让听客呢叫不听不言，该趟听之下趟回忆听来，搿种就叫活口。书里向呢讲到一个词汇叫过气诗，搿个是啥个意思呢？其实啦，搿个是一个象声词，就是台下头的观众呢发出嘘声，一过意有好台。那么还有一种屋里底的观众呢，会得哇啦哇啦喊，哎，带米汤水哦，干水菌哦，反正就是帮你带路，让你说不下去，侪是对演员的反感不满，将来再点结束下台的意思。